我哋一齊通過短視頻學廣東話。今日帶大家坐火車去一個離盧森堡市中心30分鐘嘅鎮。第一站係歷史博物館，由火車站行到博物館要10分鐘。我沿途見到一間寵物店，入去買咗手信俾我嘅狗。參觀完博物館之後，去咗市政廳前面嘅聖誕市集。呢個市集好細，大概有25個小販。再之後坐半個鐘嘅火車去另一個鎮。原本以為呢個城堡可以俾人參觀，去到先知道而家已經係一間大學，唔係工作人員或者學生，係唔可以入去。我淨係喺出面行咗一圈之後，我又去咗聖誕市集。呢個同頭先嗰個差唔多大。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條片我哋睇下我食咗咩同用咗幾錢。